台湾已经建立高龄社会，国发会嘛预估讲，2025年的咱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2成，嘛会加做超高龄社会哦。台湾其实有一寡砖头，老人的人口嘛一定超过3成咯。高龄化的状况是真严重哦。除了长照、在地老化这些政策，面对未来超高龄的社会，是要安怎应用的？咱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今年64岁的美珠姐骹手溜了，一个人伫灶骹无用煮食。这顿毋是煮互家己食尔，是煮买30人份，甲社区共餐的时代斗阵食。每一个人拢会老啦，咱若食到70、80岁啊吼，公有人煮互咱食，安尼嘛是介幸福啦。美珠姐讲，伊虽然退休啊，但是用少年时代服务高龄时代的精神，也是来服务大家。台湾高龄化速度真紧，估计2015年就会加做老人人口20%以上的超高龄社会，速度又要是世界上紧。日本甲老人人口超过50%的所在，号做极限传录。台湾总人口来看，可能2070年就会达到43%。因为你活得久，老人数量会越来越多，但是你生的少，会让老人的比例增加的更快。我们在1950年代初期啊，能够生7个，最近呢生不到1个。人口老化的方向无法度反头，照护需求嘛对咧增加。政府提出长照政策，2016年经费挖50亿，去年超过600亿。因内现主时嘛有超过22万的外籍移工投入国内的看护工课。长期关心老人福利的立法委员吴玉琴认为，世界拢咧欠工，台湾受过依赖外籍看护也是问题。现在是几乎都在抢人的大作战，然后因为整个不止台湾缺工，日本那边照顾服务人力也是缺工，好的劳动条件以及好的台湾的一个环境，应该会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动力。本来我嘛是想讲有日要退休哦，但是就是感觉讲啊，还佫较好手的顶会当有啥物无爱做一寡工作。台湾面对高龄化，除了爱关心长照的议题，即马医疗进步，时代也通过一摆投入社会服务。现代人为退休到老去，平均会当佫食20到30年。现主时社会上嘛开始有团体有意识咧呼吁政府，老人的政策袂使只有长照。台湾今嘛退休500万人，政府嘛无政策啊，就是长照，所有产品拢要品牌年轻化，没有人家在做高龄品牌。刻板印象就认为退休后就是养老，然后休闲，退休后的人生，第三人生，怎么样成为有用，然后成为社会在贡献的人。台湾战后教育开始普及，经济也快速发展。真侪这样的人，虽讲渐渐有岁啊，不过也是身体健康，而且有丰富的资产，对社会也是会当有真大的贡献。若是通透过政府的政策，让时代会使搁一摆发挥，渐渐高龄化的台湾就会使有新的可能。记者郭文耀随台北报道。为了让国